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中国有一个查甫人车到西快艇冲到淡水的渔人码头，引起议论。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就讲，这个查甫人伊是中国解放军退役，也当咧甲调查，也承认讲咱的海巡伫海面就无甲人查落来，是相关人员的过失。海巡署下晡也开记者会来说明，强调相关人员的记过处分，也会加强监控。他曾经担任海军，而且还做过艇长。公布创下首例西快艇直往淡水河渔人码头的中国籍姓黄的查甫人，有退役用军背景。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无相信伊讲要倒扣自由的讲法。目前已经由树林地检署分经立案调查。关碧玲讲，海巡无伫海上实施乱查掠捕，是相关人员处置有疏失。宣布科技会决期将北部分署长廖德成、甲安检组李朝秋等10人分别处刑戒还是记过。我们每个节点都有监控，是整个通报环节出了问题。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整个署里面整个会做检讨。海巡署也公布航迹度假时间数，显示迄天早起9点14分，雷达已经发现可锁定快艇伫淡水外海6海里。因过雷达操作手误判是一般返港作业的国际渔船，只通知继续监控。9点52分，离3海里通报淡水守望哨。10点15分，离0.5海里，第2摆通报8里安检所，拢因为海面船只多无法度辨识。到10点20分，8里守望哨确认船毋是咱国籍，所无伫第一时间通报派艇查缉。到25分，快艇甲河上渡轮发生烧弄。54分，划船接到业者通报，11点10分，船控划留给渡船头，加9船9人逮捕，等于有30分钟的人旁。这个案子是风险非常高，威胁程度非常高，应该在第一时间要调派线上艇去实施拦截，结合雷达跟红外线，看到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发现状况，我们会做一定的紧追，然后来跟国防部的友军做一个线上的交接，共同来处置。针对人员、装备、训练部分，我们在这2天都有做密集的讨论，也会针对这方面来做加强。新北8里海埔台北港甲淡水河口是防守首都政经中枢的防卫第三角。中国快艇一驶入来引起军事意图的联想，国防部长郭立雄定调，这并不是第一个，也毋过强调无排除是中国铺设地带侵扰的作为，会保持警觉，也会为这摆经验中学习，精进甲海巡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西港有一个中国解放军退役的查甫人，伊驶着这快艇偷渡到咱的淡水，引起国安疑虑。事实上，伫2021年的时阵，就一个中国福建讲要来倒扣自由的查甫人对台中港上岸。22年的时阵，也有2个伫菲律宾食头路的中国人，骑水上乌托邦偷渡到台东。这寡偷渡者互抓到，毋但会互判刑处罚，也会甲因遣返。这中国查某人坐船为淡水上岸，引起国安疑虑。过去也有真侪件偷渡来台案例。2021年，有中国籍查某人为台中港上岸，互警方掌到。周末的周。台中港警伫台中港西码头发现一个讲是为中国福建来台湾投奔自由的姓周的查甫人，讲是驶树林船为福建出发，经过10多点钟才到台湾，一路拢无被发现。我嘛感觉这做不可思议，毋过就是去法庭甲看过，真正伊会啥美情个事啊。今年5月7日透早，一个姓江的中国籍查甫人驶树林船想要闯关入境，为厦门外海一路用手飞到金门外海。行李箱内底装行动电源、手机银行卡，也个设置麻醉胶。这是5天之内第一件偷渡闯关的事件，引起关高层关注。10几年来，中国偷渡来台人数有变化，为30年前上济6000多人，到这几年只剩个位数左右。本属近10年计查获大陆籍非法入境人士计119员，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驱离了809艘大陆越界船舶。根据海巡署统计，最近5年中国籍人数偷渡来台湾，2019年5人，2020年5人，2021年14人，2022年5人，2023年15人。上岸地点金门上济，其中较特别是2022年冒赴伫菲律宾做工的中国人，骑水上机车为台东偷渡上岸。我们跟着打了电话的，这个进来的，到底有没有他责任，我们也不知道。那要有责任，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
听听有人偷渡引起出入国家移民法，要求台湾地区甲内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中国偷渡客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可或并可新台票50万以下罚金。后续若经司法判决确定各执行结束了后，将处理偷渡客定数遣返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仔宣布施行11天的治安警戒专案，会规日监控这治安动态。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是为着6月16日黄埔100年校庆，到时阵将有可能会有海客攻击。另外，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表示，正在推动地壳警上应变计划，万不以该放军有拍台湾的行动，会伫台海部署真济无人机舰进行反制。法务部调查局的官网查到下晡传出告章，官方澄清讲这是实体的线路告章。本地国防质疑讲是网络歹盗入侵。国防部11日宣布进行11天的重要活动治安警戒防护专案，规工监控治安动态。国防部长郭立雄讲，就是要因应6月16日黄埔100年校庆。因应6月16的黄埔100年校庆的事情，那我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相关有可能这个骇客的行动会有高升的一个情况。全面治安警戒加上7月汉光演习，防范网络攻击变作焦点。那呢，安怎防范第5枪队渗透的风险？立委辛碧勇建议讲，有可能和中国党政军有接触的，都应该加规范。他可能时常跟中国的党政军有接触，这可能是比较风险高的人。我认为立法委员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他去中国能够见到的这一个官阶也高，他能够接触台湾的国家机密也多。中国对台湾一直施压，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进前接受美国作家罗金专访的时阵，讲到正在推动地壳警上的应变计划。那中国军队讲台会伫台海部署大量无人机舰来反制，争取美国和兵帮集结兵力的时间。学者分析，部署大量无人载具，会让强化火力的投射能力，有效运用有限的人力。它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火力投射的载台，比方说它可以携带大量的飞弹，或者是大量的这种长程打击的火力去针对目标进行攻击，协助你的击杀链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延伸出去对抗敌人的入侵部队。对了，国际伙伴展现挺台湾的态度。国军11日公布敦睦舰对3只军舰在经过南海的时阵，完成在太平岛外口的画面，嘛代表维护海疆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海巡署东部分署有一名姓黄的阿兵哥洗身躯的时阵，雄雄哀一声，附近的人我过去甲看，才发现讲伊敢若去互电着，倒伫咧涂骹，加在经过抢救了后，已经恢复喘气甲心跳啊。不过伊的昏迷指数也是真低。海巡署初步调查指出，该像是因为这个热水炉设备故障，才会漏电造成的。伫七昨暗7点外，一台救护车驶来海巡署东部分署，因为接到报案，有一位姓黄的志愿役士兵伫洗身躯时阵，突然间喊一声真大声，就倒伫涂骹袂起来。患者就躺在浴室，然后现场有人帮他做 CPR， 然后我们就把他拖出来到一个相对安全区域，然后再执行我们的救护流程。救护人员到位时阵，发现姓黄的志愿役士兵胸坎敢有去电着的分量。验过看四周边现场，并无可疑的电器产品或者是电线。经过抢救了，已经恢复喘气、心跳，送到台东的马街边抢救。虽然这么生命现象稳定，验过昏迷指数真低，唔知影人。中间我们有帮他做 AED 的电击，那还有电击之后持续 CPR， 他就有恢复生命迹象。他昏迷指数很低吗？就是无意识的状态。伫咧宿舍液经洗身躯，为什么会去电着？详细情形也该调查了解。东部分署先甲司法现场封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宝林地设食物中毒案件，今个再增加一个动静死亡个案。台北市卫生局证实讲，这死者是46岁女性，伊有换过肝。病情本底是真稳定，不过昨暗却是凶恶化，惊下晡不幸来过往，正做宝林案第6个死亡个案。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死者3月23有换肝，6月初5转到普通病房，不过初10病情恶化出现气出血情形，转到加护病房下晡宣告死亡。宝林食物中毒案件，这个动静6个死亡，只有1个人出院。
卫福部是署公布上届新的边境查验无合格名单，其中有3批对美国进口的调味酱，拢互验出有1级致癌物的宽用乙烷，照规定是袂当验出来的。这也包含着烘肉酱、A 烷牛排酱等，这物件拢爱退倒转去。牛排伫铁棒顶煎甲滋滋叫，互人强要流嘴软。那个人 A 碗牛排酱当在食，酸酸甜甜的风味，更加是真侪人的上爱。也毋过卫福部是有数11公布边境查验无合格名单，其中典型无药为美高数级的 A 碗牛排酱，互验出农药残留，宽用乙烷无合格，拢总36箱，122.47公斤，会防体温还是消费。美国输入的牛排酱被检出环氧乙烷0.3 ppm， 抱怨业者为展延贸易有限公司。我们在架上所有的，我们也都回收，准备再去拿去抽验一次。那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去同步一起销毁这样子。毒物科医师表示，宽用乙烷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1级致癌物，目前多数国家用伫医疗器材消毒灭菌，只有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允准使用伫新香料农产品等作为防霉抗菌用途。也毋过医师警告，若长期接触，就算是微量，也有得癌的几率。长久的话，它会增加血癌还有淋巴癌的风险。那另外，我们的一些医学研究也看到说，环氧乙烷长期的暴露的话，它会增加神经病变的风险。另外，也有2批为美国输入的调味酱，分别是 Costco 进口的无糖油醋酱、甲烟熏辣椒、莱姆蛤蟆酱，也就是边境检出农药宽用乙烷，专属防体温还是消费，是会使强调。这2间业者边境保检拢调整为搭配查验。其他美国进口保检的调味酱是用加强抽配查验，抽检的比例是29%，一直到7月7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北东路的官方网站进前互人闹话，讲要讨30万，那准予伊就要去分店下毒。检警接到通报了后，根据着 IP 抓到嫌犯，这个查甫嫌犯呢，竟然辩解讲是因为欠钱才安尼死做。台北地检署最近也依照恐吓主宰第2未遂罪，该提起公诉。今天你做身份确认。这走人要你爱困神，门拍开，看到警察提股票了人。这边罪名是恐吓等害。那这边就是说，你有设这个罪名。本来警方侦办恐吓案件，对查 IP 源头，发现这查某人涉嫌向麦当劳揩油。恐吓内容是涉案女子要求3月11中昼12点进前转销30单到指定户头，若报警会伫各店随机下毒，短短5天时间，连发6场的威胁，拢是透过官方网站客服信箱寄来。犯嫌应该是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犯案动机。被抓性格的查某人49岁，捌伫台大读册，点过公家单位，即摆恐吓麦当劳已经被提起公诉。麦当劳回应加重视专案，即马专案起诉无方便表示意见。业者看起来态度低调，毋过代志发生第一时间毋敢代志，马上调整外送平台食品销售作业流程，因为这种下毒行为难免让人想到特别20年的千面人事件。对不起，社会大众，对不起。伫镜头前认错，当初这嫌犯伫提醒饮料内底做氰酸钾，造成1死4伤。即摆下毒行为虽然无成功，毋过律师提醒，就算未遂要刑责。对他人公开贩卖食品下毒，即使是未遂，依刑法191之1条规定，最高人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即摆嫌犯下毒进前，检警提早抓到人，业者一点都毋敢凊彩，就惊食品出问题，引起食安危机，对名声甲财物也造成严重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语课总体检专题，咱来看2年前开始推动的这个国中、高中本土语已经列做是必须的课程。不过因为是考试未考，学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资源的投入拢有影响。有学者认为讲，若真正要建立一个多元基本文化的社会，这政府的态度应该爱更较积极，甚至本土语言也无应该1礼拜才1节课尔。其实我上台语课无什么兴趣，不喜欢，因为我都不会讲，因为我觉得以后用不到。
较早敢若国小有台语课，虽然即马国中、高中来必修，毋过因为教学已经断层，伫厝内阁无咧讲，袂少学生因为听无台语，无介意上台语课。嘛因为考试无考本土语，毋是升学的重点，毋若学生学习的意愿无悬，连带影响资源投入本土语。叫一声，就应一摆。高考事业者变台语教材，后生爱面对的挑战，就是学生台语程度差真多，台语册爱安怎编才符合教学需求。就是有发现说，现在的高中生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台罗。若要爱愈侪出版社愿意研发台语教材，搁要爱提升教科书内容的品质。业者讲，上核心就是台语专长的师资爱稳定，因为通过台语师培的老师，才有法度针对教材提出看法。老师不知道这里面他的教学设计的一些美感，他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本土语课程对国小到高中无影响，若教科书业者研发教材有困难，教育部落200亿推动生生用平板，本土语的所谓环境煞无够完善。数字化的问题，一寡字无法度显示的问题，这就是一直拢无得到解决。国教院助理研究员林嘉怡表示，这是因为过去汉语流行发展的时，台湾敢若一个语，就是华语。厂商因为商业为华语做理，一般人追求的嘛拢是华语汉语，无欠理。台语、客语的需求完全无去互照顾到。2002年时，都有学者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呼吁政府要求3大系统厂商 Microsoft、iOS、Android 类本土语接用理。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公权力，就是说，这些就是我们国家的语言。因为手机啊、平板系统内底无本土语接用的特殊理，这个理一定爱另外加入去才会当显示。毋过，就爱有人甲厂商讲爱做偌济理，也阁有做这个理的必要性。即马教育部已经有甲 Microsoft、iOS、Android 3个系统内底每一个系统欠啥物本土语用理，所有资料拢总整理出来。刷落来这一步就是100外字，你只要甲伊加入去你的系统内底，安尼，阮台湾的台语甲客语的全部用字吼，咱伫咧手机啊、甲平板顶头都全部拢会当显示啊。国教院助理研究员林嘉怡讲，过去本土语因为政策的打压，咧发展比华语慢一大截。即马要修补，共款爱用政策的力量，补足本土语师资，完善2个体价制度。学一步希望会当甲本土语当作教学语言，互本土语真正进入教学现场，毋是即马一礼拜一节50分钟的课程尔。记者综合报道。本土语当时会当甲华语平悬平大咧，不要紧，咱继续来拼。讲到这本土语言，这几年是愈来愈实行，有人学，有人用，有人看，就有人投入资源去设计。为了让本土语言的使用者伫咧做设计时阵，字体会当有搁较侪选择，就字体公司注心甲一般接用到的台文常用字、罗马拼音甲其他的母语，拢列入去做设计。若拍字的时阵拍出来，也希望传达多元的理念。一字一字拍出台文字，这个字体是真特别。这个由设计师陈冠英设计的字体字花，除了中文汉语以外，一般接用的台文常用语、罗马拼音甲客语、原住民语，这本土语言的文字嘛拢纳入设计。设计师讲，设计的过程，伊是参考侪台湾20世纪中期进前的报纸，以顶头的古美术字为灵感。伊讲，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世界看到的字体拢真相共，但伊想要去设计出有本土味佮符合现代使用需求的字体。商会那个会的那个横笔很高，有没有看到？但是现在的比较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现在求的是一个很稳的稳字看起来稳不稳这件事情，必须要经过一个调整的过程，该调到讲看起来特别，但是嘛是一个水个好用的一个字体呢。这个字体的开发是由一间新创的字体公司透过群众募资的方式来进行。字体公司讲，因认为家己的工课是设计台湾字体，既然合作台湾，就应该包容侪台湾人咧使用的文字，所以因对2015年开始设计本土语言的字体，到今麦已经开发出超过10个会当拍出本土语言的字型。2015年开始，咱就是想讲，咱爱支援所有的台湾的文字，做完了后是2019年。为迄个时阵，阮就讲，所有的 Just Fund 若是合作的，也是咱家己做的字体，拢爱支援台湾的字。
本土语言这几年愈来愈时行，有人学、有人用、有人看到有设计的需求。为着提供更加侪选择，设计师讲将多元语言的语纳入设计，除了予有需要的人使用，嘛希望传达尊重多元的理念。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讲到北韩向南韩放真侪只垃圾家规，南韩来重新启动边境的新建公报。南韩军方11表示，北韩军队捌伫咧查搞，进入到两岸的军事分界线，这南韩军队虽开枪，因则退倒回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0日正式讲，查到迄天中昼12点半左右，差不多20个北韩的军人是抵占超过两韩的军事分界线 DNL 的50公尺以内。南韩军方虽实施公报，而且执行警告射击，对方嘛随回去。 비무장지대 내에서 작업을 하던 북한군 일부가 군사 분계선을 단순 침범하여 우리 군의 경고 방송 및 경고 사격 이후 북상하였습니다. 南韩的军方10日补充讲，因为目前两韩的军事分界线草啊树啊拢真侪，造成相关标示是歹看好清。伊当阵北韩的军队手提铁条这工具，当在进行相关作业，推测有可能是找无路才会撞入来，应该是无故意来侵犯军事分界线的意图。 朝鲜半岛最近局势是清起来，北韩伫5月底到6月初是4摆向南韩空投上千粒装大3米的鸡龟仔，南韩后壁嘛空投大量反北韩宣传品的鸡龟仔送登去互因。伫北韩军队下过两韩军事分界线迄天，南韩一顶已经登陆东对北韩的边境行政化为公布，时间有2点钟加长。分析认为，南韩军方晚2天才对外发布北韩军队越界的消息，是要互两韩关系恶化。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非洲国家马拉维副总统奇里马车站坐着军机去北部参加人的告别式，想袂到半中途因为这天气的关系，军机要休落来煞失败。马拉维的军方也证实讲，已经找到这摔落来飞行机，包括着这奇里马在内军机顶头10个人拢过恶。甲支持者热情握手，伊就是非洲国家马拉维副总统奇里马。 51岁千里马车早早起9点外为马拉维首都里兰威坐军机起飞，有计45分钟了后降落马拉维北部的木祖祖国际机场，然后去参加前司法部长的葬礼，想袂到途中意外失联。Upon arrival in Mzuzu, the pilot was unable to land the plane due to poor visibility occasioned by bad weather. And aviation authorities advised the aircraft to return to Lilongwe. But the authorities soon lost contact with the aircraft. 马拉维总统查奎拉是下令展开搜救行动，佮临时取消出国访问的行程。几点钟了后，马拉维军方伫声明内发现坠落的军机，正是副总统奇里马在内顶机顶10人全数罹难。 We don't want election tourism or election tourists. We want observers. And I said very clearly yesterday, if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elections tourists, thank you very much, we don't need their presence. 要参选总统的奇里马2022年改以副手的身份，陪同查圭拉竞选总统，也伫胜选2022年底，因为涉嫌收黑钱，无法贪腐建校台，互逮捕。不过顶个月，法院突然撤销所有指控，奇里马原本要参加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不过随其失望了后，已经为马拉维政坛投下变数。公司新闻在回面编译。 第二，有一间动物园顶礼拜发生野狗的攻击事件，动物园内面20多只鹿仔含2只孔雀，拢互野狗咬死。这狗仔是安怎走入去的呢？当地政府表示讲，拢是半暝啊逃走入去的。 鹿仔倒伫胃内底袂顶袂动，规定下当讲拢已经死亡。第二中部的吉尔普埃动物园顶礼拜六发生动物和野狗攻击的事件，动物园车早早起发现园内20多只鹿仔，甲2只孔雀和野狗活活咬死，还有5只动物受伤。用心饲养照顾的动物惨死，动物园工作人员甲当地政府官员是悲伤佮受气。 Vamos a tomar todas las medidas judiciales necesarias para poder llegar al fondo de esta situación y vamos a presentar la denuncia pertinente al juzgado de policía local para que se pueda investigar y encontrar las responsabilidades pertinentes.
调查人员指出，有害动物身上的空喙类型无同，凶手应该毋那一只，而是自定野狗。要过防攻击的动物也是鸟类，所在园区拢设有围篱。野狗安怎走入去？初步调查，野狗是伫围篱的面乌坑，趁暗时走入去攻击动物。当地政府强调，会厘清代志发生原因，搁向公众报告，也会继续改善动物的生态地条件。公视新闻新闻联朋友。中国的北方这天气变甲真热，对山东到新疆拢是热翕翕的，有一寡所在出现40度以上高温。另外，伫巴西有一块全世界上界大的蓝地啊，发生火灾数量却是增加要90倍。咱也讲到墨西哥南部有这鸟啊，热甲对半空中摔落来。这大热天，中国北平的省份已经是热甲挡袂牢，为山东甲新疆，高温普遍负35度，部分地区甚至冲破40度。北京街路有人搬出冰架甲大电风，山东德州市是一直出动热水车来降温。高温天气下，我们以机械代替人工，增加了雾炮车、洒水车的作业频次，确保起到降尘降温的目的。伫巴西中西部是世界上大大蓝地，就等高温加速可化，已经互今年以来发生的火灾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10倍。大片的草埔和野火烧干那虎，连续群也被消失。农民赶紧骑马将巨群赶到安全的所在，希望将损失降到上低。Tentando jogar as palavras cá pro lado da Bahia para eles ter mais recursos de sobreviver, né? Porque do jeito que tá vindo aí, ó. Se imprensar ele em algum lugar e não conseguir romper, eles morrem queimados. 当地农民怨恨，这片原本应该水分真长久蓝地，会正做野火烧袂了地界，拢是气候变迁惹的祸。另外，伫墨西哥，原本可化继续发挥，除了进前传出100多只河狗因为热甲脱水落对涂骹死亡，动物团体发现未少鸟仔掉山，为空中落来死亡。Y la humedad tan baja hizo que las aves empezaran a tener problemas y empezaran literalmente algunas de ellas a morir en el vuelo. 动物团体展开连续抢救野生动物的行动，互用要死的鸟仔带入冷气房当中，地球的动物也有失去生态地的大理。墨西哥为3月中以来经过3波热浪，反正当地高温升到50度，专家评估，若高温继续落去，墨西哥的生态系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公视新闻站回面评论。行政院对国会这款修法提出复议，总统府伫中大表示，总统赖清德已经核可，早起11点也甲公文送去行政院。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会按照程序来行，也希望有机会会当当面甲立委解说。也因为立法院上紧伫10月就要针对复议案表决，那咧定也拢准备要宣讲6月15，正拄好这2个党拢伫咧台南办活动。行政院针对立法院国会这款修法提出复议，总统府表示，总统赖清德已经准啦。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率来照程序来处理，也敢要亲身去到立法院说明。杜英台是强调尊重国会决定，希望有机会向立委搁再表明立场。我也很希望有机会、有时间，能够向委员们来更清楚地表达行政院的立场。那么两院来再度启动一种宪政秩序的互动。在等总统府移请我们立法院来来做这个审议，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收到。依正常状况，今天应该会送到了，所以在明天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会把它列案。国民党团第副书记长林书明表示，后礼拜就要处理复议表决，也团讲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6月12日中常会就要下动员令，全台宣讲，加强网络社群和青年的沟通，要甲国会这款修法摒互平盘。陆军、空军齐发并进，也就是我们持续的在社群作战上强化论述。虽然民进党只有51个席次居于少数，但是我们拥有无限大的隐形席次。民进党规划青鸟路乡要争取民众支持复议案，第一场6月14经伫花莲，15选伫台南。今后国民党嘛要伫全国22个县市街头宣讲反制，第一场6月15拄好嘛伫咧台南，准备甲民进党来一个面对面的对决。记者综合报道。
吉隆市长谢国良，互人发起罢免了后，即马新竹市长辜鸿安也有民众伫网络顶头发起罢免联署，目前是启动第一阶段联署行动。针对这部分呢，新竹市政府表示尊重民众意见。新竹市长辜鸿安透早来到议会接受质询，目前有市政工会、搁拍官司，已经真无用。即马阁有人对伊发起罢免，最近有人在网络顶发起第一阶段罢免辜鸿安联署行动，新竹市民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3年年啊，以我市民的心态啊，看我啊，他对市政根本就没有在关心市政，也没做什么建设了。其实我是反对罢免的，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就像在最近推的 T-Pass 里面，T-Pass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罢免发起人在网络表示，辜鸿安涉嫌诈领助理费案件，7月20日准备宣判，若是一审有罪，辜鸿安虽然面对天职，同款会当指定别人做代理市长继续施政。所以才会决定发起罢免。对此，辜鸿安并无回应，由市府对我表示尊重。每位公民都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不论支持或反对的声音，都是市府团队施政的重要参考依据。针对罢免，新竹议会各党团虽然讲看法不同，不过拢认为民众依法行使家己的权利，大家应该尊重。我想市民对于我们高市长的这个施政是有感的。并非我们网络上所看到、我们新闻上所了解到的一些不实的民调，在新竹市民心中的争议的形象，还有这个施政推动不力的这个形象哦，都足以显现他已经不适任当一个新竹市长。那我想我们都尊重公民自主发起的这个理性程序内的这个联署。依照罢免规定，第一阶段需要有选举人数1/1参与联署。以顶过选举人数35,758人来讲，至少需要有3,576个人完成联署，提案予选委会审议通过后，才进入第二阶段。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成功金控前董事长吴东进进前予金管会查出违反真侪项缺失，检调怀疑讲这成功人寿投资的成功结束保有违法的可能，也依照违反这保险法等罪，用被告身份约谈吴东进等人到案说明。接待很特别，是它有2种方式，一种是有尊贵班的专人接待，另外一种就是自助 check-in。各顶级、各专业的酒店式管理服务，包括游泳酒店、连金吧和餐厅等等多元的设施，这是成功人寿进前在新邦特区打造的结束保游泳园区。不过，即摆所传出第一起厝规划过程，互人检举涉嫌工程经费灌水的弊案。成功金前董事吴东进12日以被告身份予检调约谈。去年成功病院第2医疗大楼的开工动土典礼，前董事吴东进阁正请缨来参加活动。今年4月，阁定出江湖接集团旗下大台北家事的董事长，但是为也要坐好小，就表出成功人寿投资成功结束保技术涉及不法的弊案，互检方来敲催。新北检调是指挥调查局分正侪路来敲催18个所在，包括总公司结束保和吴东进的徛家和成功保险大楼等等所在，目前是有16个人互约谈。因为这个案件目前是检调侦查中啦，我想我们就不做评论。根据知情人士讲，成功金控旗下的成功人寿会红头吹，意思是和成功新邦结束保有关系。成功金也发布当信回应讲，依法配合超吹的调查定数，对公司是无财务影响，即摆的超吹和公司的营运无关系。金管会讲，检调当地侦查无方便加评论。新北检调目前是还未对外来做出回应，真相阁要等司法调查了后，才会当对外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真出名的气科人员可能涉嫌用无台湾执照的医生看诊，而且诈领这健保费。检举这5年来呢，这诊所有互检举2届，高雄市政府去年有去稽查，确实有无牌医生伫甲病人看喙齿。联名是讲因提供气科医生实习的机会，但是这卫福部是强调讲，就算对外国回来气科医学生，也袂派去诊所实习。在气9点诊所照常开门，不过这间国内较有名的气科人员诊所是嫌请13个有海外学历的必须替人看诊，也起诉诈领健保费。112年3月7号，
接获民众陈情，联盟体系牙医诊所本局现场稽查，并发现未具牙医师资格员工执行医疗业务。不知道，我不知道。对，我好紧张。妹姐会觉得有点惊讶吗？有一点吧。愿意再来吗？不会啊，我觉得不错啊。高市府表示，联名伫民国108年、112年拢被检举。去年3月稽查发现无器具医师就给员工凭医疗结果了后送检调侦办。联名下卡3间诊所被搜查召回病历，约进记录等资料。高约谈联名总院长、董事长等人，暗讲总院长附近诊所有欠批。聘请13名秘医诈领健保费的事，没有。联名回应的卡真济间诊所是17岁2年级，器具医师毕业了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 PGI 的合格机构，也把依照实习医师制度提供国内外医学大学毕业，而且通过第一阶段器具医师考试合格医师临床实习。不过，卫福部强调，海外转来医学生拢会先考第一阶段国考，通过了分学到部内学考的教学第二实习。未伫诊所，本国学历器具毕业生是毕业进前就实习，专项在调查当中。目前高市卫生局无处分医院因看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正趣味5笑以上拢是男子汉。卫福部调查发现，讲台湾18岁查甫囡仔新冠有倒酒的情形，2017年到2020年的平均是172.1公分，平4年前搁较下1.2公分。不过18岁查某囡仔却是有愈来愈大汉，平均有161.2公分。学生时期多是发育的期间，真侪人拢会焦虑新冠的表现。随机问学生的理想新冠到底是几公分呢？有165以上穿搭会比较好，如果太矮的话，有时候可能去买裤子就很容易拖地。185公分，运动竞技方面会比较有优势。根据卫福部调查，台湾18岁男性的新冠为2013年到2016年平均值是173.3公分，下降到2017到2020年172.1公分，因共是下1.2公分。反倒在18岁女性平均新冠却是每年增加，2013到2016年平均值是160.7公分，最近一摆是到161.2公分。医生认为，大考也可能会影响成长发育。我们所谓的生长激素、甲状腺素都会因为肥胖的关系造成所谓的钝化，所以相对起来，就是肥胖的人，这个他也会影响到，或者是体脂肪过高的小朋友，的确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根据学生囡仔健康检查的资料统计，国小学生囡仔伫111学年度，过冬加大考成功率是2.4%。比顶一个学年下降0.7%，国中学生囡仔111学年度是30.2%，也下降1%。我们也协助了这个教育部来制定学校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还有校园的饮品及点心贩售的范围。医生表示，囡仔新冠甲爸母先天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后天依然有努力的机会。家长应鼓励囡仔食健康营养食物，补充适当蛋白质，避免油脂的食物。加做运动也是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受到这西南风影响，未来这几天全台湾的山区拢会落西北雨，也那中南部地区会落大雨。其他所在因为水气较少，各地头温度也清悬，会上到35度。提醒民众唔通去翕热着。连续假期结束，拜二透早北部好天气，中南部落雨乌阴天。气象署表示，目前台湾受北部海面的风面、东南部太平洋高压以及透西南风的影响，拜六进前的天气，北部地区水气少，气温悬；东南部地区受西南风影响，较有云系形成，造成落雨。苗栗以南以及各地山区要注意过头的西北风，也是熊熊落大雨。所以今天到星期六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甚至北边到苗栗，都可能断断续续有下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它各地中午以后会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所以中午以后在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就可能会有午后阵雨。另外，因为黄酸雨系统已经行去Okinawa、台湾北部外海以及中国南部，未来10天方面嘛，拢会是伫离台湾较远的所在，所以就气象专家指出，照安尼状况会当讲台湾的黄酸雨季已经正式结束。
咱为6月初8、初9了后，这个梅雨系统已经走去沖縄甲中国的南边。咱这个电脑预测未来10天，这个风面系统嘛差不多拢伫中国的南部甲沖縄这附近啦。所以咱若讲看这两个这个资料安尼结做伙来看算讲咱的这个梅雨应该是伫6月初8、初9就结束啦。温度方面，过去几天已经明显变热。气象署讲，拜六进前各地二时拢会超过30度，西北部甲东南部地区甚至会来到35度左右。另外，拜3甲拜6大东会有机会发生小风，民众要加加注意。气象科传柯明哲台北报道。最近班机火当咧开，不过伫咧宜兰大学的大门口，满世界拢是这面啊！附近的民众也讲真困扰，因是希望讲大学会讲甲这班机火刷走，改种别种的树啊。宜兰大学表示讲会含相关单位做伙讨论。班机火开，年初4月尾，有一寡人认为安尼景致真好看，但不过伫宜兰大学校园边，林行道上所种的班机树煞引起民怨。民众停伫路边的机车，全拢目到班机火民俗，影响道上也拢是民众认为，这个民俗除了造成环境垃圾，也会影响居民呼吸道健康。希望宜兰大学会当将这个班机树刷走，改种其他的树啊。是还好了，还好，就是有点脏而已。它飘的时候，其实这个棉絮其实对呼吸道不是很好，很容易造成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一些细菌的感染。不过树啊要刷，并不是讲刷就刷，伊是地点方式甲时间，未来会当改种倒一寡树，拢需要经过审慎评估。后续呢，将会跟宜兰县的树艺景观所以及宜兰市公所来共同会商，是不是要做行道树的移植？面对居民诉求，宜兰大学表示，最近会加强校园市区域环境表扫，佮函请宜兰县树艺景观所甲宜兰市公所等讨论敢要换行道树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乌昂层大丰收，咱台湾乌昂层总配价是1965栋，即马已经掠9成。对6月12饭店开始就袂当搁再掠。台港渔民是不满渔业署公告禁止掠时间才提早3天，嘛讲根本就袂负欢迎。村看开只大尾青个水，6月11透早5点外，屏东东港的渔港无闲试试，因为配合咱国国际配价的鱼仔量已经满，6月12饭店过就袂当搁掠乌昂村，渔民是拢紧来拼好价。2礼拜前，乌昂村的价小捌落到1公斤125块，即阵虽然有小可转来，毋过1公斤嘛才250。加上渔业署通知禁止掠的时间，临时临要才提早3天，互渔民起毛正歹。这做无好个啊！啊无这拢对渔民不利个啊！啊我即抓搁掠了无，啊伊价搁安尼。端午连假吼，有诶是有转来啊，准备好补料啊，是伊诶补给拢充足，要搁处理诶吼。真煞雄雄，因为即个公告因无法度出海。渔民不满收到公文诶时间上慢，禁捕令落来进前，因已经准备搁要出海诶成本啊，包括船仔诶油，还有鱼丝，拢已经落来去。即阵才宣布禁止来掠，对渔民来讲损失真大。过去增加的量差不多1-2%啦，那现在6月9号开始突然渔获量是暴增到4到5%了。我们就是透过各种管道赶快通知渔民。东港区渔会表示，以乌昂村复育的状况来看，每年的收成时间可能会更较早达标。希望渔业署用咱军组更较及时来应用后续冷冻甲保证收购的机制，嘛拢爱规划好，才会当避免渔民的权益搁再受损害。记者阿敏珍、邱昭阳屏东报道。世界文学的台语翻译有一本册叫做《罗生门》。《罗生门》伊是一本短篇小说选集，本地作者是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内容写真侪人生哲学。这翻译者是林东营，伊表示讲，家己本地是台语文的青梅牛，是67岁退休了后才开始学写，伊也希望用家己的语言能力，把台语的底子保留落来，贡献给社会。我毋是判官府的人，是经过这个拉小梦的旅行者。
有声册三甲布袋戏主演王凯生的配音实在趣味佳。这段是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第一篇小说《蜡小网》的一部分。最近木马文化出版的第一篇小说选《蜡小网》，甲8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换做台语文。翻译者是今年74岁的林东英，伊表示家己以前未晓写台语文，是67岁退休以后才豆豆学写的。我就退休啊，那总一个。家己满意，家己爽快，佫会当看会当上好，就会当有一个副产品，就互人有得到啥，就是帮忙着啥。到尾啊，真拄好，就是讲迄个田顺忠、田先生咧招咧考一个迄个经典小说的台语翻译。啊，我就想讲啊，我日本话讲50年，甲日本人做生意做遮久，我就来去甲伊。试看卖。芥川龙之介是1892年出世，一世人写过400篇短篇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三大作家之一。蜡小网这本短篇小说选题材包括对外表的怪异、追求梦想的不安，也是对善恶的思考等等。出版社表示，这拢正活大人的生活，嘛真适合青少年甲台语文初学者。是我们很希望就是在本土语言上面能够给我们的读者更多的选择，然后再来是流传台语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希望努力的一个目标。和华语册并起来，一本台语翻译的小说选，包括翻译、配音、审稿等等，有真侪事工爱做。出版社表示有影真够工，不过这拢是为着要甲台语的典质保留落来，所以针对蜡小网这本册，因嘛会办见面会，要招翻译者和配音员来甲民众开讲。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新闻报道。真侪科技业的大头家拢讲台语受到众人关注。顶礼拜伫立法院也立委向教育部要求讲爱替台语正名，即马有台语团体发起联署要求台语爱正名。顶礼拜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一个立委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质询文化部甲教育部，议题包括台语家庭、语言发展文化中心等等，其中嘛包括教育部直直唔甲闽南语正名做台语。有台语团体伫6月初7发起联署，希望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建议优先用啥，但问题。确实是对可能体制内要处理一寡代志来讲，较无法度去推动后壁的代志嘛。伊要叫做台语也好，台湾话、台湾语，反正就是这几个名啦。莫阁用迄其他什么闽什么有诶无诶。5月教育部备询的时表示，要伫文化部率来要办的国家语言发展论坛来决定台语名称，并团呼吁教育部应当尊重台语族群对语言的叫法，若准要互上述专家来决定台语名称有影真无理。到底这个语言的名称是毋是咱咧使用的人来决定，还是几个专家、恁论坛内面的几个人来决定？用这个联署的方式，佮甲咱的这个民间的力量，佮甲提出来。原来关注台语正名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嘛，呼吁教育部、文化部爱伫用过的基础来进行。新的政府你来重新讨论这件代志，但是咱讨论的基础是毋是伫咱较早已经讨论过的代志顶悬？我感觉找的人真正重要。文化部国家语言发展论坛原本按算上紧6月要办，但佫延到7月至10月中间举办。不过到达也未提出实际做法。陈培如指出，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因过拢有讲过，希望和民众伫日常生活会当好好啊使用母语。伊表示会继续要求新政府实践承诺，嘛要重视台语正名的代志。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科学家伫非洲的昆仔发现讲，像因会互相号名，佮叫对方的名，一款趣味的方式，咱做伙来看。听到家己的名，非洲象用线耳仔来回应。科学家伫7日发表的上新研究指出，非洲象为彼此之间号名，而且用低深的声音来发，安尼声音传到草埔任何所在，拢能被听到。科学家也讲，野生动物用独特的名来互相称呼的情形是真罕见，只有少数的野生动物做会到。She gives seemingly a very similar call, and nobody will respond. Nobody will react to that call except for a single elephant in the group, and 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像发出音频比人类听觉范围会较低，所以人类是听无。专家讲，这声音是透过特殊的麦克才能收到。
枪发出连续声音的时阵，经过精密的数据分析，车谱电脑机器才能知影其中的内容有名字，亲像母枪花、细只枪，或者是母枪叫性价值的枪，赶紧归队。 Elephants are highly social, highly vocal species. We know there's a lot going on with their communication, bu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decipher much. It's quite complicated, the structure of their calls. 专家讲，人甲枪的冲突，唔那是倒拉枪击尔尔。在气候变迁甲全球暖化出现之下，人类的农业发展侵占枪的生产地，互相抢夺的结果之下，致使枪群数量减少，人类也安尼伤亡。所以透过研究增加对枪的了解，对保护枪将有帮助。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辑。北部蛇是台湾原生种，也是保育类的动物。去年7月，林保署伫咧北县国家游乐园的这个森林游乐园内面，发现一只有新的北部蛇，用摄影机专程记录伊捕卵的过程。 北部蛇幼蛇出来，甲两壳突破，总算出事。这个珍贵的影像是来自林业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分署教育中心的教师去年7月份，带营队的囡仔伫北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发现一条有新的北部蛇。一礼拜了后，这条蛇生卵伫附近的窟窿。台中分署赶紧打护拿，设摄影器材，记录北部蛇捕卵的珍贵影像。经过2个多月的观察。 我们有观察到几个特点哈，第一个就是百步蛇的护卵它几乎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它会不离不弃的守护这个蛋。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观察到小蛇从卵孵化出来之后它百步蛇的妈妈它会在洞里守护大概7天它好像要等到它安全之后才离开林业署表示，北部蛇是台湾原生的蛇类，属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过去虽然有真侪研究，知影蛇母有护卵的行为，但是大部分拢只有野生北部蛇扣伫卵顶头的画面，无完整捕卵过程影像，无就是人为饲的非自然环境影像。农业部强调，这个捕卵幼蛇出世的完整影像，会使讲是真珍贵。全世界的第一次能够详实的记录到。 百步蛇在野外产卵孵化的整个完整的这个过程，小蛇孵化之后，母蛇事实上还在，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大家都以为说蛇类它是所谓的这种比较低等的这个动物，它不会有什么这种亲代的照顾。 林业署表示，过去人工捕育北部蛇，无都知影幼蛇出世了后，蛇母会有啥物款护卵的行为，也唔知蛇母会踮伫树内底保护幼蛇。这摆研究成果会伫第10届国际的两栖飞行动物学大会发表，向国际分享这个研究案例。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 天后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